辛苦咗大半世，都會有翻個別墅夢嘅。咁今日 Kyo 咧帶大家圓夢，而且嘅話睇翻呢個環境，直接海景別墅，望住我哋嘅大海嘅，而且環境真係非常之一流，攞嚟度假咧呢啲絕對首選。有埋我哋海景嘅一個別墅咧，真係少之又少嘅。而家咧就帶大家去睇翻佢一個示範單位先。歡迎翻到你嘅大別墅，呢一套3層別墅109方，入到嚟嘅話，佢完全可以做到200方嘅一個空間俾到你，真係十足空間嘅。1樓有埋 BBQ 嘅位置啦，朋友過嚟非常之愜意嘅，而且仲有埋我哋嘅溫泉入戶。1樓有埋我哋一個休息間啦，咁入到嚟佢嘅一個大廳。真係環廳設計，而且係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廚房，空間都係非常之夠用嘅。咁一共咧就3層樓，而且都可以做到套房嘅，風景前邊都完全冇遮擋。住喺呢度，交通都非常之方便。從呢度去到我哋一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咧，講緊都係1個鐘嘅時間。咁平時往返香港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就算你自駕咧，都係講個零鐘嘅時間。不單止喎。呢個項目嘅話，仲有埋直通巴士，直至屋苑樓下咧就有香港直通巴士，直至往返香港啦，就完全係照顧到我哋香港嘅街坊嘅。而家講緊總價先150萬就可以買到呢個單位啦。咁如果對於呢啲別墅有興趣，快脆聯繫我，帶你嚟到實地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